第二新闻来关心国道1号伫昨暗发生车祸，是车辆摔落桥意外，这是一台电动车驶伫分林虎尾路段冲出去护栏，摔落去6公尺悬的道路顶悬，车顶有3个人，有一个人无生命现象，有一个人轻伤。被国道落去的电动车当作两站，国道火烧起来，消防队到现场拍花火势，佮继续压水降温。车内有3人，其中一个人当场摔出车外，无生命现象；另外一个人是轻伤。驾驶我们已经收到6台单，那轻伤的伤者我们送到虎尾的座舍。驾驶真幸运无受伤，伊初六暗时驶电动车经过国道1号路南分林虎尾路段的时阵，规台车冲出护栏，落落6公尺下平的车路，车当场当作两站，电池国道火烧起来。在上面打滑。打滑？对。还是开很快吗？你是记者啊？那是不用。代志发生的原因，要等后续个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